山川壮丽，五展丰隆，炎黄始周，东亚称雄。吾自暴自弃，无故不自封。忘我民族，促进大同。壮烈维艰，缅怀祖先烈，舌战不已，莫图进攻。主要我想講角度咧，就話喺香港成為四小龍嗰個時候，同香港依家其實香港係一個群龍無首嘅一個狀態。不如新加坡，你之前講新加坡，佢有個好清晰嘅概念，佢知道自己行呢條路係一條不歸路嚟。其實每一個社會都一樣嘅，就講珠三角社會就係一樣啫嘛。當你嘅產業升級咗去製造業、世界工廠之後，你要再升級先至可以維持到你社會穩定。你唔可以翻去農業噶啦。你唔可以話，我以前做農業嘅喎，咁啊翻返農業咯。譬如香港咁，以前香港係有製造業啦，有咩你之前講咩黐膠花係咪啊？即係以前如果你買件嗰啲咩 Polo 嗰啲衫咧，背後就寫 Made in Hong Kong 噶嘛。而家你永遠唔會揾到 Made in Hong Kong 嘅衫噶嘛。即係仲有嗰啲咩做錶帶啊嗰啲古靈精怪一啲嘢。但問題即係有啲溫州佬做嗰啲嘢咯。但問題你知道呢啲咁嘅生意，唔好話香港啊，中國都就係冇得做啊。中國人力成本咁平都就係冇得做咧，因為你個生產力係要不停咁提升，先至可以滿足翻你嘅收入㗎。點解我要俾1萬蚊港紙俾你？點解要俾10萬蚊港紙俾一個月啊？係因為你有咁嘅生產力，生產力代表咩？你喺更加少單位時間入邊生產多更加多嘅產品，質量更加好，你嘅錯誤率更加少，你嘅市場更加大。就係咁簡單。以前嗰陣時改革開放啱啱開始，中國仲未起身，你梗係可以接晒呢 job 啦。但問題依家唔同啦嘛，依家係中國接晒 job 數做，依家係俾印度孟加拉接晒 job 啦嘛。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上有最低薪水嘅工作同最高薪水嘅工作。當你嘅低下薪水工作俾人攞走之後，你只能夠向上爬，你去爭取啲更加比以前低下薪水更加高少少嘅工作，意味住你就要有生產力相應提升。如果唔係嘅話，呢個全球化競爭社會憑咩俾你 job 俾你先啊？你唯一可以生存得到嘅，咪就係嗰啲香港咩本土啲人話，哎呀我哋咩茶餐廳啊，咩魚蛋粉啊，咩嗰啲你可以做嘅咪就做呢啲咯。因為呢啲係生產力唔會提升，而呢啲係全球化市場唔會搶到，全球化市場。即係麥當勞咁係嘛，佢搶到一部分生意，但係佢搶唔晒所有生意。但係你睇服裝咁樣，喂，人哋係掃你就掃你嘅 Zara、H&M 啊嗰啲 Uniqlo 嗰啲，你邊有得剩嘅啫係嘛？佐丹奴俾掃到渣都冇得剩啦已經。你係冇得競爭噶，成個地球就咁，你除非你唔喺地球住啫。喂，如果既然你呢啲咁嘅工作已經俾人掃走晒，你又冇競爭力，你冇辦法整個香港 Zara 啊嘛，冇辦法整個或者香港嘅 LV 係嘛，你做唔出嚟啊！你冇呢啲人才。咁你唯有做其他，即係人哋暫時仲未做到，其實老實坦白講，中國係遲早都做到呢啲嘢。但係有啲嘢係中國冇咁快可以做得到，你依家暫時做到，咁你就可以企住呢個位，可以賺呢個錢。但可能10年之後，你呢個工作都冇噶啦，咁你咪再向上爬咯。或者社會就係咁啊。其實咧，我哋之前講香港啲廢青啊，或者甚至乎中國大陸都好多啲人，佢哋唔肯面對呢個現實，呢個社會就係咁殘酷嘅。而且如果以後我哋工業化更加即係機械做嘢更加多嘅話，你工作只會更加少嘅咋。好多嘢機械可以做咯，準備請人啊！你唔向上爬，你就跌翻落嚟噶啦。不如你睇到香港嗰啲即係以前咪做啲咩港口係嘛？佢話我哋港口幾多大港口，我有港口就有咩？喂，一港口就喺佢隔離啦，深圳有2個港口，係啊，蛇口、鹽田，再隔離少少廣州、南沙、黃埔，係嘛？呢個就喺佢隔離嘅啦，已經係。香港個港口92年係全球最犀利，但係並不代表以後都要全球最犀利，因為中國嗰陣時未起嚟。其實中國係因為俾共產黨撳喺住咗好閪多年，4、9年一直撳死喺地下度，
一爬翻起身啊嘛，咁你肯定撲街噶啦。唔係，主要係佢嘅鄰居太大隻啦。即係不如我就講港口呢個產業咁樣，你係有能力同佢競爭嘅，因為香港係自由港嚟啊嘛，你喺政策上就有先天上優勢，但係咧呢啲優勢並不足以打贏中國啲港口，你係要進一步提升你產業。即係譬如我之前講過話，新澤西港完全差唔多冇人㗎，係唔需要咩3000個咕喱㗎。全部自動化噶嘛，機械化啊嘛，咁你咪做呢啲嘢咯。當然呢啲嘢係唔會普通嗰啲咩廢青係唔會受益嘅係嘛，都係李嘉誠受益嘅啫。屌，但係至起碼你可以留住啲 job 啊嘛，你留住咁多貨櫃喺度，咁你咪留住港喺度，留住港喺度，咪你可能相應嗰啲附帶嘅產業你咪留住咯。你貨櫃車司機咁你咪留得住咯，係咪？如果唔係你貨櫃車司機都失業啊，你想做呢啲都冇得做。咁如果即係其實咁睇落去咧，我哋因為而家講緊係亞洲四小龍啊，而家仲有一樣其實好緊要嘅，其實你可能我唔知你啱先有冇提到，就係話咧。亞洲四小龍佢騰飛嘅時候，其實佢有一個好重要嘅前提，就你啱先講到係一個社會嘅機遇、全球化嘅機遇啦。第二就係大量嘅人口補充。呢個係啊。人口補充其實我覺得其實都未必係最重要嘅，即係當時嘅時機都係因為其實當時人口補充主要係南逃嘅大陸人啊嘛。呢個就四小龍之前噶啦，但即係其實係一個準備咯，因為其實你冇呢啲嘢嘅話，其實冇可能啊嘛。有一樣其實最重要嘅就係49年之後嚟咗香港嚟咗一大班上海嘅、北京嘅係嘛，中國大陸嘅大批嗰啲真係企業家嚟嘅，啲係啊，嗰啲係企業家嚟嘅。因為其實即係永遠唔好忽略企業家同埋企業管理人才嘅作用咯。因為有一班咁樣嘅人知道點樣用個 system， 佢知道點去 run 呢個 system 啊。即係你有人，你有錢，其實得管萬力就好似而家中國大陸企業咁樣，其實得管萬力喺度 run。你話有一班好聰明嘅，佢真係識點去 run 企業嘅人咧，你先會 run 出效率出嚟。咁第三，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香港獨有而且非常之珍貴一樣嘅，就係英國佬嘅管治。係因為屌乜全部係唔拆講規矩嘅，唔係呢個都係優勢之一嚟㗎。係啊，其實做生意就係咁，你講規矩先，人哋先肯同你做生意啊嘛。即係好似中國人佢咁閪唔講規矩，其實即係唔係睇你市場咁閪大，真係冇辦法，否則都唔閪想同你做生意啦。你一睇翻嘅話，其實呢啲優勢其實係逐步係喪失晒。第一，你我啱先講嘅世界潮流，隔離有中國，再隔離少少有越南。再遠少少仲有印度孟加拉、菲律賓，係嘛？依家我哋睇買啲衫褲 Nike 上面都已經係 Made in Vietnam、Made in Philippines 噶啦，或者係嘛孟加拉嗰啲地方噶啦。孟加拉英文唔識講啊嚇。Bangladesh，係啊，即係都喺呢啲地方噶啦。咁呢個製造業嘅喪失。第二，影視呢啲其實真係好閪講人才。香港60、70年代、70、80年代佢啲音樂，佢啲啲係大上海時代再加廣東嘅粵劇嗰班人啊！屌你！係啊。喂，嗰啲係你嘅移民嚟嘅，佢啲唔係你嘅人嚟嘅。咁好似佢哋而家死咗之後，或者退休之後，其實你睇翻起，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偏見定懷舊啦。80、90年代嘅香港電影嘅質量咧，其實係真係優於依家嘅。總體啊，而演員嘅質量其實都係會明顯優於依家嘅。喂，因為當你市場細到一定程度，你就產生唔到大演員㗎啦。你一定個 market 夠大，你先至可以捧到啲大明星出嚟啊嘛！當初周潤發係咪南丫島曬太陽一個漁民係嘛？梁朝偉呢啲真係好係勁嘅喎，因為其實大家睇翻30歲對30歲嘅時候，真係冇得比嘅咯，已經係。因為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啲觀點，其實咧你可以話中國對佢有幫助，亦都有傷害。中國一個黑洞嚟㗎嘛，譬如你一個明星，假設你一個香港20歲出頭嘅明星啊，你絕對係應該要去中國大陸發展嘅。你唔應該留喺香港啊！你香港有咩前途啫？香港拍到咩劇啊？香港拍到咩電影啊？個製作費有幾多？一年拍幾多出啊？好有限嘅啫嘛！但係中國唔同喎，中國偷王健林個閪佬 short 鳩咗，好似不停咁起，你知唔知而家橫店又唔知要起個新嘅乜鳩嘢啊？已經起咗個0.77嘅故宮㗎啦嘛，已經1比0.77，跟住好似係要起好似起圓明園啊，係啊！要起個1比唔知幾多個圓明園出嚟，中國係癲嘅屌你，佢會吸到好多資金，吸到好多人才，吸到好多呢啲，即係你頭先講拍電影係一個產業嚟噶嘛，你有化妝啊，有燈光啊，你做後期製作啊，你做嗰啲點樣去 sell 片啊，係嘛？你點樣去發行啊？呢啲閪嘢全部都香港以前當然有好多啲人才啦，但問題我啲人才如果留喺香港可以做到啲咩先？我可以揾幾多錢先啊？但係如果你去放眼中國就唔同，所以你話中國對於呢方面可能對於香港有一個壞處啊，因為佢吸晒所有人才走。我哋其實可以繼續數落去，即係香港產業其實好容易數晒，買有好多即係有啲咪做唔到金融服務業咪就係中國一未做到咯，係咪？但係遲早會做到啊。其實一樣其實金融服務業嘅話，我反而對香港比較樂觀。
唔係㗎，我同你講新加坡呢方面都好閪勁㗎。新加坡係唔聲唔聲就攞閪晒走㗎啦，啲即係嗰啲炒股票入邊好多古靈精怪啲閪衍生工具咧。新加坡係依家世界一流㗎啦。即係新加坡係好清楚自己地位，亦都好清楚其實中國就係一個咁嘅國家。即使新加坡唔喺中國隔離，佢都知道，喂，屌佢遲早都會俾人吸晒喎，係咪？我新加坡人都俾中國吸埋走喎。如果新加坡係有野心嘅人啊，咁你就諗方法留住呢啲人才，你一個更加好嘅環境，更加公平嘅競爭，你知我留得住人才，同埋新加坡再另外一樣嘢就話鼓勵人哋去創業。你去中國起廠去做咩生意冇問題，但係請你將個總部擺喺新加坡，因為呢度有稅制優惠，有各種各樣優惠。去鼓勵你創業家將你總部擺喺新加坡，即係佢唔會話對抗，我新加坡企業就新加坡本土係咪？我要立足新加坡，唔會講啲咁嘅傻閪嘢嘅。佢話你即管去中國冇問題，但係留翻個總部喺度，因為呢啲總部啲閪嘢你唔希望共產黨抄你資料啊嘛？你唔希望到時有啲咩知識產權又俾人抄鳩咗去？你唔希望到打官司喺共產黨法院打噶嘛？屌！咁呢啲咪就係機遇咯，即係新加坡睇到中國崛起，但係崛起同時唔代表新加坡冇機會㗎，佢都依然係有佢機會，就係你識唔識去捉呢啲機會啫嘛？點解人哋可以？其實仲有一樣好有優勢嘅嘢咧，我哋一路都冇講到嘅，就係香港嘅啲魚蛋粉。嗰啲唔係優勢嚟嘅，啲一下就抄起咗你嘅點解？我唔會冇，唔係即係其實講笑啫。其實佢去做餐飲集團啊。你諗下嗰啲係因為基建於成個香港700萬人口啊，即係只要你香港一日有人，你就一日要食3餐㗎啦，係嘛？我唔係，我梗係唔係叫佢做香港市場啦，叫佢進軍北上進軍中國市場啊。佢有咁樣進軍有冇競爭力先？其實係有嘅，因為咧中國啲菜式咧，其實老老實實講咧，就係其實都係一樣噶啦。咁其實香港都有啲花款嘅。即係比如話牛腩粉，不過牛腩汁一煮幾廿年，好麻煩。首先你講呢啲牛腩湯粉啊，咩魚蛋粉呢啲係咪可以工業化先？個生產力提升有冇我頭先講嗰種提升方法先？即係你都要一碗碗煮出嚟，咁你唔可以工業化生產嘅話，係冇意思喎。即係譬如似你耕田，其實可以嘅，你咪就整成一碗碗咁樣樣咯。依家都好多都係咁樣樣噶啦，即係。啲湯底有咩嘢都包埋一齊。同埋咧，其實我仲未講到每個行業每個產品都有所謂嘅司令嘅，即係佢有個封頂嘅位嘅。你碗牛腩粉，其實你有個封頂位，你頂晒攞咪50蚊人民幣係咪？好巴閉啦係嘛？你嗰啲急凍牛腩粉嚟嘅喎，你講係咪？你可以工業化生產嘅話，最多咪賣50蚊一碗。但係不如話，我之前講啲金融服務業啊，譬如話嗰啲電影後期製作嗰啲，全部係啲銀碼嚇，係啊嚇死人咁啊！喂，佢有封頂都有封頂，但係人哋個封頂好閪高咧，高到你睇唔到個封頂。但係你講嗰啲產業係全部都好閪低啊嘛！你明唔明啊？你做到最叻，你都到呢度啦。你即使係全世界最叻嘅牛腩粉師傅，你都賣唔到500蚊啊，係咪一碗啊嘛？屌你！即係做得最叻，其實你俾晒頂晒籠就去到日本嗰啲話咩國寶級嘅壽司嗰啲壽司之王喎。係啊，但係嗰啲佢唔可以大規模生產噶嘛，係咪？一大規模佢就唔係壽司之王啦嘛。咁啊就係咯，呢個產業就係得咁細，你可以做到好精緻，做得好好冇問題嘅。但係你要明白你自己嘅就係咁多，你鬥份量就只能夠咁多嘅啫。你掃街你冇嚟掃出幾萬蚊一個月噶嘛，呢就咁簡單道理。咁如果其實咁睇落去嘅話，其實亞洲4小龍第一個要執笠嘅應該就係香港噶咯，都可能係台灣。唔係嗱，如果你純粹以人工嚟講咧，台灣係低過香港。但係咧，如果你話以生活，因為其實如果你睇台灣 GDP 咧，好閪過癮嘅。其實我哋個個都知台灣 GDP 其實唔高嘅。但係如果你上 Google 搜個 number 嚇死人，點解咧？因為 Google 搜出嚟 GDP 咧係計個購買力嘅。因為我去過台灣嘛，台灣咪真係好閪平嘅，屌你！所以台灣即係你唔好睇小台灣嗰幾千蚊人民幣收入，其實喺台灣佢覺得好好。我記得我之前我去台灣嘅時候，我喺我哋微博發過啊，我係喺台北市大安區居民嗰啲，即係相當於我哋嗰啲公告欄嗰啲閪嘢嗰度啊。即係譬如有啲人我租咗2房一廳，但我一間房有人住，另外一間空住嘅，我咪出租俾人咯，好閪平嘅，屌你！即係計翻人民幣一個月1000零蚊嘅咋。大安區，大安區相當於廣州嘅越秀天河，唔係越仲要好。仲要好，即係天河區嘅唔係珠江新城，係啊，天河區唔係珠江新城。如果珠江新城，即係體育東體育西，係啊，珠江新城相當信義區，大安區就僅次於信義區嘅，係一個咁好地方。當然佢啲樓都唔係啲咩電梯樓，都係啲要爬樓梯嘅10層左右嘅樓嚟嘅。哦，即係都係啲20年。但係台北市第二好嘅區，大安區隔離就啲中正紀念堂都喺晒度咯，已經係。哦，所以台北人即使工資唔高，但係佢生活好舒服。我都係影過啲咩油價啲嘢又係平過中國噶嘛。
乜柒都好平嘅。佢仲因為佢油價、電價啲係俾佢哋所謂嘅壟斷企業壟斷住，公營企業揸住嘅，所以佢唔可以隨便提價嘅。嗰啲電費啲係平到你唔信嘅，所以台灣人咧，佢係可以抱怨自己22K，但係佢22K 買到嘢係絕對係比中國4、5千蚊買到嘢要多嘅，即係中國大城市啊。所以佢嘅 GDP 購買力係好大，但係香港係好閪慘啊！香港購買力係唔高啊，即使香港一個冇稅嘅國家，即係冇稅地區，佢可以買到嘢都有限。特別如果你要買樓就真係死得人多啦。哦，你講開呢個問題呢，個和黃嗰個鬼佬就講過啦嘛。香港做咩生意最揾錢啊？肯定係賣樓啦，同地相關嘅物業相關先係最揾錢噶嘛。人多啊嘛，地少啊嘛，咁唔做地產做咩嘢啊？其實如果即係其實咁講，其實香港真係好麻煩咯。香港係需要有一個有領導能力嘅人去帶領佢哋做下一個飛躍嘅，即係你就咁普通你咁漚喺度咧，係冇前途嘅。喂，你有啲咩發展優勢？譬如中國咁樣，其實你不停都睇到中國係有啲好多古靈精怪嘢，係可以改善到成個社會生產力。即係譬如我之前講啲咩專車啊啲閪嘢啦，係嘛？哦，其實佢背後唔係淨係一個 app 咁簡單嘅，係一個即係當然呢個概念係抄人哋㗎啦，必須要承認。但係的而且確。佢係可以提升到社會嘅資源再分配，其實佢就係一個空車嘅資源再分配啊嘛，係可以改善到坐專車嘅人嘅生活嘅，係可以改善到成個中國交通情況。只要佢冇啲嗰啲利益團體出嚟阻撓佢啊嘛，中國有好多類似呢啲嘢會發生㗎。如果你話要俾前景，我香港係前途好暗淡。我就話，如果你真係想提高生產力，你就做啲中國做唔到嘅嘢，例如醫療啦、醫藥創新啦、金融創新啦、法律嘅。其實佢哋已經好明顯就係會計、律師、醫生，佢哋最好嘅資源有呢3種資源，但係我就唔明佢哋點解不靠大陸、不靠神州咧？因為其實依家我會睇到咧，就係話，即係其實呢啲好少啦。我唔知可唔可以有代表性啦。就其實依家大陸咧嘅企業咧，其實已經係向外擴張啊嘛。咁你都知啦，中國啲律師一係就俾人拉，一係就你阿媽喺奶鞋啊嘛。其實佢哋就點解唔去做一啲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嘅法律諮詢咧？唔係，係有做，我相信有做，但係咧可能會有各種各樣困難，因為你知法律其實唔同體系法律係唔一樣噶嘛。你香港律師可能你只係熟悉話香港嘅商業嘅法律，但係中國企業走出唔係走去香港，可能佢走去世界。咁你了唔了解美國法律？你了解澳洲法律？了解英國法律咧？唔緊要啊，你可以去做噶。好難噶，唔係咁簡單。你知做律師咧，譬如有啲人即係做咗一世律師，佢就做婚姻法嘅咋，佢就係負責搞啲婚姻呢啲閪嘢。有啲人一世就做啲即係當啲好少啲咩 criminal 嗰啲閪嘢，嗰啲好少極少，但係佢都會只要專注呢一範疇啊。佢唔會踩過界，唔使嘅。你阿媽香港人咧，其實搞掂一樣嘢就得噶啦，就係同上市有關嘅。上市有關呢嘢已經香港做得好閪狼啦，同佢講。即係我老豆曾經係之前佢話喺香港搞上市，嗰啲好閪細規模，講緊籌集嗰3幾千萬啫嘛，係嘛？間公司頂晒籠就籌到3幾千萬，嗰筆冚家產即係負責搞上市，不然要抽走你3幾百萬。喂，間公司係你苦心經營好閪耐，先至值3000幾萬，仲要3000幾萬，我唔知套現啦，套現到幾多？套現唔係好多啫，可能套現得1000零萬，你就俾200-300萬咁嘅費用俾呢啲搞上市嘅。其實嗰班人已經係食水食得好閪深啊！咁佢勁唔勁啊？冇咩勁唔勁，你如果想上市就只有揾呢班人，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呢啲唔係一個生產，我覺得呢個唔係生產力提升嚟嘅。我頭先講生產力提升係應該要以更加平嘅價錢，將你個服務或者係產品去更加短嘅時間內去做完。所以如果你生產力提升咧，你就唔係話我一次過就要收你幾百萬，就係可能我搞啲上市就收你20-30萬，跟住我可以同時做好閪多個呢啲閪生意係嘛？嗯，亦都唔會減低我做啲生意質量。咁呢個咪就係提高生產力咯。坦白講啊，你諗下一個作為一個辛辛苦苦創立企業嘅人，冚家產我要俾1/10嘅企業價值俾你呢班幫我搞上市嘅。呢個制度係咪鼓勵你創業咧？話俾我知。呢個係掠水，鼓勵掠水。即係呢個根本即係我覺得，即係當然呢可能全世界都差唔到幾多嘅。即係你喺美國上市啊，可能仲麻煩啲喺美國上市。但係即係特別作為一個中小企業嚟講，你如果要搞上市，其實你係要割肉㗎。但係冇辦法，一定你都要靠嗰班人。雖然點解我唔知，好似冇人同佢競爭咁，永遠都係咁閪貴收費。唔係即可能呢個係稀缺生產力咯。但係問題你呢個稀缺生產力係咪一個可以幫助成個香港社會提升去另一個層次？我哋之前講新加坡嗰啲係將個 GDP 拉到3萬幾蚊美金，唔係5萬幾蚊美金，唔係3萬幾蚊。香港3萬幾，新加坡5萬幾6萬。唔係，其實仲有另外一樣嘢，但係呢個其實都係好短暫嘅。但係佢哋香港人又唔制，就係做中國人嘅 supermarket。
唔係呢個可以做噶，香港又唔肯啊。唉，其實嗰啲人坦白講，嗰啲人咧係因為佢覺得，即係譬如你，我哋就講上水啲人啦，係嘛？佢覺得，喂，你賺咗錢，你賣奶粉賺嘅錢係你個藥房賺錢啊嘛，唔係我賺錢啊嘛，我係要逼地鐵嗰個人啊嘛，我係要俾啲篋碌嚟碌去嘅人啊嘛，係嘛？咁所以佢覺得，梗係唔可以俾你個人拖篋啦，咪全部踢晒走咯。其實咧，如果即係最正確嘅香港做法咧，係應該香港好好同阿爺搞好關係，跟住咧好似澳門咁樣，去邊度挖啲中國大陸啲地嚟，就挖入香港管治範圍，係咪啊？跟住又挖啲中國大陸嘅人才過嚟，又成為香港人。你冇辦法將你嘅生產力提升，咁你可以將你個經濟規模搞大佢啊嘛。